照聖母都會規，許下我的定居，日進於德和庭上中，將你的愛影相仰望，是我生活，不要讓我的失望成為報應。
呢個好大嘅自由空間，可以讓我好安心咁真係獻身俾天主，用呢個方式去獻身跟隨天主。雖然我知道係唔捨得嘅，但我相信天主，亦都期望佢將來所賜俾嘅永恆嘅福樂。所以我想喺度借助大家嘅掌聲，多謝我嘅父母。第一位多謝嘅係我嘅外婆，係婆婆對信仰嘅熱誠同埋堅持，加上一直唔放棄邀請我翻去聖堂學道理，我先至有機會去認識天主，去讓天主改變我嘅人生。雖然婆婆喺上一年已經翻入天鄉，但我知道佢一直都為我，亦為大家嘅聖召祈禱。佢嘅精神同榜樣會永遠存喺我心中。第二位多謝嘅係羅神父。羅神父係我上道修道生活嘅啟蒙者。羅神父喺善道之母堂嘅服務同埋奉獻，深深咁觸動咗我。我當時就咁樣同天主咁樣求，我話啊，天主，我都好想有一個好似神父咁樣嘅人生喎。我最記得羅神父同我講嘅兩句説話。第一句喺我領洗之後，羅神父佢搭住我膊頭，佢咁樣話：阿東，好好想想自己嘅聖召。當時我點頭回應。第二句嘅話就係、當我準備要入嚟隱修院之前，我心裏好掙扎，特別係我屋企人啦。我問羅神父，我話我咁樣入咗隱修院會唔會好自私啊？佢只係答咗一句説話，佢話：假如係天主照顧你嘅，天主會照顧一切。呢一句話使我一直對天主好大嘅信心同埋依靠。羅神父好錫我，好支持我，有時時為我祈禱，甚至請堂區教友為我祈禱。所以我喺度亦都多謝善道之母堂、聖雲仙小堂同埋聖母聖衣堂嘅教友。我知我能夠行呢條路，唔係靠我自己，係靠住天主嘅輔助，同埋佢聽到你哋嘅為我嘅祈禱。第三位嘅係莊神父，我見過莊神父，莊神父。我嘅聖召呢，可以話係去執翻嚟嘅。點解咁講呢？當我要實行回應天主嘅召叫時，又係感到好迷茫。唔知道點樣行啊！我又試過揾一啲相關人士交談過，但係又得唔到正面嘅回覆同埋跟進，最後都俾人遺忘咗啦。我亦都曾經因為咁而想放棄過行呢一條修道生活嘅路，直到遇到莊神父，佢令我感到重燃希望，因為佢係一個好願意聆聽同埋陪伴我嘅人，又會指導我、開解我、接納我嘅軟弱，一步一步咁樣帶我到天主面前。我同莊神父之間有一個小小嘅秘密，咁亦都得佢同意啦，可以同大家分享少少。我記得喺我啱啱行呢一條路嘅時候，喺身心方面的確係受到好多困難啦、挑戰啊。咁我大話其實同佢講咗20-30次話要離開呢度。我話我真係頂唔住啦，撐唔住啦。咁但係每一次莊神父都願意抽時間去同我聽我嘅心聲，分擔我內心嘅掙扎同埋一啲痛苦，又會同我喺聖堂度一齊祈禱，共度難關。咁自從最近呢幾年，我都再冇同佢講話要離開呢度啦，因為佢已經把我帶到天主嘅面前。我感謝天主賜我一個禮物，一位同行者。咁其實喺我生命當中都遇到唔少嘅人，去可以話陪我走呢條信仰嘅路啦。即係有啲人都好想藉著呢個機會都提一提，就係曾經教過我道理嘅曉媛老師啦，
仲有岑山啦，同埋有一個即係頭先我所講當我好失望嘅時候，即係遇到啲機會，即係曾經堂區有一個聖召嘅有一個避靜嚟到神樂院，咁亦都多謝阿宇透過一個機會去讓我同莊神父有一個接觸，所以有好多人其實今日嘅幫手一啲義工啊、司琴啊、唱歌啊，多謝你哋。咁今日亦都係中秋節啦，即係非常難得藉住呢個機會同大家相聚團圓，我自己好感動同埋好感恩喺我生命中遇到你哋每一位。雖然我哋唔會常常見面，但我知道我哋藉着祈禱，天主就使我哋連成一齊，彼此扶持。多謝每一位喺呢個時勢都能參加同埋見證我發終身願嘅親朋好友，我一定會堅持到底，唔會辜負天主同埋大家對我期望。咁明白到而家世界各地，特別我哋身處嘅香港，都發生好多令人憂慮、恐懼、唔平安甚至失望嘅事。但作為我哋隱修士，我哋常常為呢啲意向祈禱，求天主嘅仁慈，求天主嘅愛、寬恕、憐憫。我自己最記得，大家都收到一個紀念卡，就係聖母督會規第4章善功嘅工具第74節，佢咁樣話：對天主嘅仁慈總不要失望。盼望我哋都能夠藉著呢個對天主呢份嘅信心，繼續努力祈禱，多留意自己同埋身邊嘅人，並提供協助。我相信天主會陪伴我哋走出困境嘅。咁到最後啦，有一個大家經常問我嘅問題，就係會幾時升神父啊？咁呢個問題咧需要澄清嘅。咁其實隱修聖召咧，主要係做隱修士嘅。好多大部分嘅男嘅隱修院咧，每間都只係得幾個神父嘅啫，都係幫助團體啊、舉行禮儀啊等等嘅啫。咁至於我會唔會升神父咧，就睇天主嘅旨意啦，同埋睇團體嘅需要。咁當然我個心都有呢個渴望啦，都請大家為呢個意向祈禱。多謝大家，天主保佑。